業主放盤咧都有成年幾時間啦，套樓賣唔出，佢話無人問津，真係好失禮啊！嗱，今鋪咧一語降到盡啊！坦洲嘅豪宅咧，佳景康城3期，嗱，業主咧買呢套樓咧係2021年入手噶啦，咁2022年先交樓嘅，到依家咧3年幾嘅時間。你睇下呢套啦，產權面積啊114個平方，但係咧佢係完全冇公攤嘅，呢個露台咧係全部都贈送嘅。咁交樓咧都有成3年幾嘅時間啦，但係咧業主咧都係比較少住嘅。呢套樓咧我睇咗下，十分之新淨啊，有成90成新以上啊，咁啊基本上都可以做到拎包入住啦。嗱，佳景康城離珠海有幾近？睇下呢個鏡頭就知啦。對面呢就係珠海市區啦，萬科城同埋華發未來匯啊，仲可以睇到山姆會員店嘅方向。114平方係做咗4房2廳2個衛生間，而且係2個露台。嗱，你冇以為房間好細啊，每間房咧都可以放1.5米到1.8米床嘅。呢個單位咧使用率真係勁，超100%。嗱，因為採光太好啦，我就將呢啲窗簾拉起身啦。咁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一個中高層啦，樓層都非常唔錯，亦都係一個單邊位啊。呢個主人房咧有成20幾個平方啊。呢啲衣櫃咧當時都係發展商一手裝修嘅。嗱，整體咧佢個採光真係十分之靚，單邊位。咁呢個單位咧，我計咗下，首期咧係圍到30零個啦，月供咧都係幾千蚊嘅啫。咁業主當時入手呢套樓啊，成本價都去到200幾萬，依家咧都係1字頭嘅啫。咁佳景康城咧，亦都有翻香港嘅專線啦，同埋業主嘅會所同埋泳池嘅配套都十分之成熟。需要了解呢個單位嘅朋友咧，可以點2下屏幕嘅。Thank you。